我係張浩儀，臨床心理學博士。咁今日咧同大家咧去講下心率共振報告嚇，因為咧好多我嘅學員啦都話唔知道其實個報告係啲咩嚟喎，咁所以咧今日會同大家咧去講下啦。其實心率共振係生物反饋 biofeedback 嘅其中一種。咁喺心理學裏邊咧，其實已經有30年以上嘅歷史㗎啦，已經係。咁有多時咧，有啲嘅學員咧都會問我，工作壓力好大啊，其實我係咪已經爆煲咧？我身體係咪承受唔到咧？咁有時咧，自己都唔知自己嗰個情況如何。咁而心率共振咧，就會提供一個好客觀嘅生理數據，等你知道咧，你而家身體嘅情況係點。咁當中咧，呢方面嘅研究咧，其實喺外國裏邊咧已經有咧30年以上嘅歷史㗎啦嚇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呢個畫面啦嚇，HeartMath 咧係呢一方面咧其中一間咧非常之出名嘅公司嚇。咁啊，佢有好多嘅研究啦，就係研究心啦，同埋你腦裏邊嘅關係啦。咁啊，甚至咧係關於你嘅情緒啊，喺壓力嘅方面嘅研究咧，都係好多嘅。佢其中一個研究咧比較有趣咧，就係關於心啦同埋腦嘅關聯。咁啊，好多人咧都會知道，我哋個腦咧係每分每秒都會發放唔同嘅信息去控制我哋嘅心臟，令佢不斷咁樣跳動。咁但係咧，我估好多人都未必會知道，調翻轉嚟講，我哋嘅心臟咧都會每分每秒發放唔同嘅信息俾我哋嘅大腦。咁即係點啊？咁即係話咧，如果你能夠咧控制到你嘅心臟嗰個跳動嘅頻率係比較和諧嘅時候咧，咁佢都會發放一個和諧嘅信息俾你嘅大腦，令到感覺咧平靜同埋舒服。咁心嘅跳動個頻率，咁乜嘢叫做最理想咧？咁呢幅圖咧，大家就會見到啦嚇。咁你會見到咧有個規律嘅心跳嘅波浪嘅形狀咧，咁呢個咧就即係你一個和諧有序嘅狀態啦嚇。咁呢個我就叫做高嘅共振。高嘅共振咧，即係表示你嘅交感神經啦，同埋你嘅副交感神經嘅系統配合非常良好，咁啊身體係處於一個最佳嘅運作狀態。咁當然啦嚇，如果你話我嘅壓力都有一啲嘅返工，但係仍然都可以維持一個有規律嘅心跳嗰個波浪嘅形狀嘅時候咧，咁即係表示你嘅抗壓能力咧都係非常之好啦。